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针对着总统府防冻结的预算，总统府的副秘书长何志伟希望立法院赶紧来改动，讲无吼阿兵哥过2礼拜都会无饭通食。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讲，立法院所冻结的是请总铺的费用。 唔是阿兵哥的食饭钱，就算无总铺，也是会当对外来买水饺、买便当、买麦当劳，袂互阿兵哥摇巴肚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讲，逐顿拢来叫外送，恐惊会影响到元首的慰安。 总统主席公开场合，身边拢有特勤慰安人员进退，要保护总统的安全。搁再安怎高个人保护，嘛是爱保喙孔、挺身体。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就拜托林县，赶紧解读总统府预算，若无阿兵哥队摇巴肚。不过这个话，互哪位听到想坏事，个人无共款。业务费里面是跟阿兵哥的伙食费 相同吗？在我们的业务费里面的其中一项，就算是今天没有厨师去煮饭给阿兵哥吃，还是可以对外买水饺、买便当、买麦当劳吧？已有晋惠帝，何不食肉糜哦？现有翁小玲，何不叫 Uber Eats 餐餐麦当劳？这当中可能产生的食安疑虑，恐怕会危及元首的维安。 对这件代志，王晓玲敢若面色灰形，总统府预算早就已经全部解读，好诱因唔通搁再发散。不过王晓玲若对总统府预算有基本，刚一天阁问到国安会去冻结100万的资讯研究业务，认为敢若2页资料上过简单，要求国安会爱详细说明。这是因为任务安全，国安人员接近时未公开现场。 王晓玲就话头问调会，敢会当调开秘密会议？国安会认为说，这可能社交机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个秘密会议呢？本委员会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潜力啦，没有这个潜力，但是不代表说 不可以开嘛？那我怎么知道你写的是对还是不对？我们不可能撒谎啊！依法也没有不行，所以这个我们会讨论，最后做一个最好的决策。继当讲吴宗宪讲会搁再研究，王晓玲想要为着预算了解内容，调查到底进程，反省更加爱怎样讲国安人员机密的心情，加一个人知影，恐惊到加1分的危险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